弟兄姊妹你好，有牧者與你。今日咧教會會有感恩節嘅聚會，題目係跨越40。我諗有好多弟兄姊妹知道咧，今年係教會40週年嘅，咁樣所以個題目叫跨越40。其實40呢個嘅數字咧喺聖經裏面都好特別嘅，可能你都會諗到，40咧可以有好正面嘅，又可以有比較負面嘅。講下負面先，跟住就講下正面。咁可能咧就先苦後甜咁樣。40有咩咧？有40晝夜咁樣落大雨，洪水泛濫40日。你會知道呢個係神一個嘅審判。我諗你又會諗起以色列人喺曠野走咗40年，因為佢哋唔依靠神，唔跟從神，40年喺曠野。又有40係摩西啦。摩西佢人生裏邊可以話分開咗3個40年，40年喺埃及長大，跟住咧就發生事情，佢殺咗人，佢就逃命，跟住咧就40年之後，佢又翻返去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，跟住又40年帶領埃及人，又有一個40係以利亞。以利亞佢喺羅騰樹下，佢向神祈禱，佢向神投訴，點解係咁樣？跟住神供應佢食物，佢食完之後就要去走一個好長嘅路，40晝夜嘅路。當然啦，諗起呢個40，可能我哋又會諗到喺新約嘅裏邊，耶穌受試探之前去準備禁食40晝夜，又有喺耶穌復活之後去顯現，去見證神嘅作為，讓佢嘅門徒更加知道呢個救恩嘅事情。佢足足顯現咗40日。當然仲有其他好多嘅40日嘅，有摩西喺呢個嘅西奈山40晝夜，又有掃羅、大衛、所羅門佢哋嘅王朝，每一個有40年。喺聖經裏邊咧，我諗呢40個字係好充分表現咗一個嘅準備，或者一個好充足嘅時間。無論係40日、40年都好，即係話一個好舊嘅時間。今年教會40週年，我諗對教會嚟講，我諗都係一個非常應該要去諗下。過往40年啦，發生咗咩事？咁我哋又點樣去繼續去前邊咧？即係好似今年呢個嘅感恩節聚會，我哋會講到跨越40，即係話我哋唔單止會回顧，我哋去認識，或者我哋從當中我哋有咩嘅領受、學習或者提醒，甚至乎係教訓，以至我哋能夠可以去更新突破，以至我哋能夠去諗下我哋點樣能夠更加嘅去順服神、跟隨神。所以呢個40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，俾我哋去諗下。哎呀，即係經過咗咁多年啦，跟住我哋又會係點樣咧？當然啦，唔係一定要等到40嘅，可能係30、20、10都得嘅，幾時都得嘅。不過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啊，一個機會咧，俾我哋諗下40週年、40年。對我哋嚟講，我哋會諗到啲咩咧？今日可能你信主唔止40年，或者少過40年，唔緊要，都值得我哋去思想嘅。喺感恩節裏邊，
喺過往40年，你有啲咩感恩？喺過往40年或者40日，有啲乜嘢你會好想感謝神？因為感恩讓我哋會體現上帝，感恩讓我哋真係知道神同我哋一齊，感恩讓我哋咧去明白神與我哋同在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有平安喜樂。就正如過往同大家分享嘅，我哋需要去感恩。我哋應該經過咁多年嘅時候，我哋越嚟越學習點樣去感恩。無論喺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、17、18節所講嘅，常常喜樂，不住地禱告，凡事謝恩，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嘅旨意。又或者喺詩篇50篇14、15節同23節所講嘅，我哋要以感謝為祭獻與神，又要還你嘅願，並要在患難當中求告神，神必拯救你。同埋我哋要榮耀神，我哋要感謝為正給神，這就是榮耀神。希望咧，我哋能夠喺我哋過往裏邊，我哋睇見過往事情，我哋點樣成為一個嘅經歷，以致我哋知道神同我哋一齊推動我哋繼續向前走，而呢整個過程能夠成為一個見證，話俾你聽，神同我哋一齊，能夠話俾人哋聽，我哋係一個經歷神嘅人嚟嘅，以致我哋能夠讓人知道我哋係神，他是神，他是我的神。願神賜福你，希望你能夠喺你嘅生活嚟緊嘅裏邊，更加能夠去睇到神喺我哋嘅生活同我哋一齊，以致我哋能夠好好嘅感謝神，能夠生活得精彩、豐富同喜樂，同埋滿有平安。願神賜福你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